继续来看云林虎尾拜五街夜市仔附近的蒙仔埔，早年是在地人真气嫌的所在，镇公所努力来改善。目前这个蒙仔埔已经完成千幢的作业，顺利来发包了。这个所在将要规划做一座的生态的公园，今仔日嘛来举办着动土的典礼，嘛希望未来徛伫个建国里这个公园，会当将做虎尾上界有代表性的所在。虎尾拜五街夜市仔附近原本是墓地，伫虎尾镇公所的拍拼，墓地已经完成清扫作业，而且顺利发包，嘛要规划做一个适合亲子的生态公园。今仔日嘛举办动工典礼。化身成为一个老人家、小朋友、老中青三代可以共同来游戏，可以共同来伫这个所在哈欢喜的一个好所在。我感觉这是哈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。工程的总经费是新台币2300万，需要5个月的时间，按算会伫明年初完工。好型的一个攀爬区，伊攀爬区吼，就是会使互囡仔爬去潭内底佚佗，伫内底攀爬，会当为后尾溜做一个溜滑梯的意向吼，为遐溜落来吼。未来公园会有一个结合虎尾城市特色器材，嘛期待公园完成以后，结合在地自然景观和周边的观光特色，会使变做镇内上大的绿色公园。